首先我就好支持香港即係做多啲嘅工程啦，呢個創造就業啊，呢一個即係改善嗰個交通啊，呢個我一定認同啦。咁但係就即係家下要求呢一個嘅項目咧，就頭先我提即係關於嗰個嘅港珠澳大橋嗰個環境嗰個問題一樣。即係你嗰個嘅規劃嗰個是否要做，要經過好多程序機制。咁就環境評估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需求。你喺交通流量方面，即係我已經勉強接受㗎啦。即係你嗰個嘅即係一日得16,000架次咧，其實真係好少嘅啫，咁就雞仔數嚟嘅，係嘛？即係你家下嗰個嘅即係紅隧啊，即係一日10萬架次啦，係嘛？即係你一條咁重要嘅公路咧，如果你話靠嗰萬幾架次嚟講咧，如果純交通需求咧，根本就唔應該支持嘅。但係作為長遠一個發展，你嗰個短期上或者頭嗰3-5年嗰個交通流量低咧，呢個我理解嘅。咁你作為整個珠三角嗰個發展咧，香港蝕底啲啦，我哋犧牲啲啦，俾多啲錢，咁但係令到呢個祖國嘅即係呢個嘅珠三角嘅西部咧可以促進發展咧，我絕對認同嘅。咁當然我哋好大犧牲啦，香港市民嗰啲嘅生計又受影響啊，更加多自殺啦，收數問題又嚴重啊咁呢啲係社會成本，我哋要承擔嘅。嗱，佢呢啲我唔計啦。但係喺個環境評估未即係完成，喺嗰個環境評估未清晰之前咧，已經話要編一個咁樣嘅即係總工程師嗰個職位咧，首長級嘅職位咧，呢個我好難啃，我覺得。即係嗰個先後次序未定啊！你而家好似做到既成事實咁實過㗎啲環境評估係嘛？你頭先答嗰時就話講香港嗰部分，珠三角嗰個環境評估唔係淨係香港部分㗎嘛？你整個珠三角嗰度好多珍貴嘅同埋好多有價值嘅天然嘅即係景點啊，或者係呢個天然嘅即係呢個魚類等等咧，海產等等咧係好重要㗎嘛？係咪？因為涉及到工程咁浩大咧，好大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家下要個決定嘅話咧，我就一定反對。第二咧，主席希望即係政府咧或者立法會研究部可以做些少資料統計咧。嗱，因為政府咧最近就好興嘅，你呢個郵輪碼頭又開一個職位，西九龍又開一個職位，加下呢個嘅港珠澳又開一個職位，咁啊次次咧就一個大題目開一個職位。我希望攞個資料比較下咧，呢個嘅91年嘅時候，呢一個18合生工程計劃嗰時咧，嗰時都開咗啲職位嘅，嗰時唔係冇開，係開啲職位嘅。究竟嗰陣時開嘅職位喺個工程項目上嘅比例，同家下嗰個嘅情況發展咧，究竟嘅差異有幾大？其實我早排我都建議咧，唔該你唔好逐個同我開啦，你不如政府咧自己成立一個嘅總體工程嘅統籌處，係嘛？你成立一隊人，睇下點樣去幫邊一個發展計劃，點樣去做咧？我就覺得喺人力調配上咧，可能更加合乎成本效益。但呢個可能涉及局與局之間唔同局嗰個協調嘅問題。咁我就覺得你每一個計劃就開一個咁樣嘅職位嘅話咧，呢個未必係最合乎成本效益嘅做法咯。咁即係主席可以即係政府希望做到啲資料俾我哋啦，立法會研究部嗰度咧都希望做到少少統計同埋研究咧，關於嗰個工程項目同埋開職位過去嘅情況同埋現時啲發展情況。好，局長做陳偉業嘅局長。主席可能同當年嗰個機場核心工程咧，可能陳偉業議員都會記得，當年其實我哋係有另外一隊人喺政府架構以外。我哋請咗一隊人翻嚟叫 Battle 去幫助，即係我哋去推展成項工程嘅。咁嗰個真係我而家手頭上冇嗰個資料，但係未必係即係一個蘋果同橙嗰個一個比較，可能唔係一個適當嘅比較。但係我明白議員係佢即係佢覺得我哋需要係解多啲點解我哋呢一個工程喺呢個設計階段，即係初期嘅階段尤其是嗰個環評嗰度，其實我哋嗰啲工程師。其中一個主要嘅一個責任咧，就係要即係嗰個通過環評嗰度咧，要多做諮詢啊，同埋有好多嘅工作。我請處長補充呢一方面。處長補充環境評估嗰度，就其實陳偉業議員提到咧，珠江口嗰啲環境評估咧，我頭先都有提到咧，就係嗰條大橋主體有關嘅環境評估其實已經完成咗。香港亦都有參與嗰個工作嘅。而家嗰一位總工程師咧，其實已經係參與咗個工作，完成咗內地水域嗰個環境評估。頭先鄭處長亦都有提到咧，嗰個環境評估咧係工程可能性報告裏面嘅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亦都呈交咗上去內地有關嘅機構做緊審批。咁所以內地嘅環境評估已經完成咗啦。而家新開呢一個總工程師咧，佢係負責口岸嗰個工作。咁口岸咧而家係做緊前期工作。我哋將會根據香港法
法律程序咧，會完成我哋個環境評估。多謝主席。好。主席，即係我哋自己本身，主席係咪？係冇錯，我就跟翻啲人先，我哋睇過我叫研究部咧就。OK，唔該。好嘛，好。